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击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大江之歌。17世纪美丽岛屿南台湾，外海海风沙洲歌声弹，一声一声弹，一阵一阵摇，歌喉大北四界摇。摇对大江内海，淌台南，摇过四湖，海岸找啥人？听你吟唱歌诗，煞来目眶红。海风歌喉声声弹，一首大江之歌，敢无互咱心茫茫？敢无使咱心痴迷？想起故乡向时的一切，大江乐园四草湖，对家沟溪过来的咸水溪，圳沟排水洗过的北线尾，海水可流溪边掠毛蟹。大树青翠，鸟只双双飞。鹿耳门溪、三文溪，旧名新港溪的咸水溪，较早拢是歌梦地，即嘛是文化上水的土地，一片美丽的土地，需要你咱做伙疼惜。鼓励。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73集，欣赏的是台南的老惠荣老师所带来《大江之歌》。上日起，咱邀请惠荣老师来甲大家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在写这首《大江之歌》，是因为大江本地就是一个内海啊，伊是伫咱这个美丽岛屿吼，安尼有这个海风，搁有这个沙洲，海风伫这沙洲安尼咧哭，咧洗，敢若袂输迄雷公咧弹，这歌声弹，就是我透过迄种海风，咧讲一个。咱伫即块土地即粒岛屿，咱4颗人长拢是海。上界特别的就是惠荣所大的所在，即个大江，即个溪流，即个四草湖啦、咸水溪啦，搁有三文溪啦，即种迄个溪水，安尼交接的即种意境，实在足水的，所以讲我就安尼甲表达出来。这等于讲，惠荣咧回想咱所住的这个环境讲到咱的较早的这个情景搁有这个地理的位置所以写这首诗嘛是惠荣个人对着家乡、我们的故乡、家乡、故乡有一种真意爱嘛足亲近的感觉。内底有讲到外海海风沙洲歌声弹，讲到弹这个弹它就是有冥想我用的字就是迄种雷霆万钧就是咱的这个字就是头顶面上面是雨下雨的雨下
下面的地方是亭，宫廷的亭的另外一边就是雷霆万钧的亭，这就是咱淡水讲的淡，还有淡水嘞，淡水嘞就是咱迄个航空警报，迄个有警报的声，拉警报的声音，所以我用的这个字，摇对台江内海，躺台南，躺，咱咧小躺。这个躺的字会用的就是咱来用迄个华语注音符号就是动，你来拍迄个动正手边是迄个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还有错马步，这躺就是相躺穿透，还有相通的意思来伫这个煞来目眶红这个目眶目眶会用的字就是目就是目视目就是咱的目睭的目目视哪里眶上面一个足下面一个手，咱的口物件的口那我们用注音符号打的话，它是用哭这个目眶就是咱的眼眶你目睭见农历门溪、十门溪，旧名新港溪的咸水溪，较早拢是官网地。官网是咱台湾非常普遍的一种食物。所以今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品小姐为咱来介绍官网。官网，咱台湾所看到的官网上济的大部分拢是伫咧山野边、溪边，也是荒废的所在，甚至讲个丘陵地，就是讲迄个山坡地，咱拢时常会当看到。咱爱知影这官网伊的心是会当有一个诱引，迄是会当食的。就亲像咱牧草共款，迄个心尾是会当食的，会当炒，食起来敢若笋的感觉，迄是会当炒的搁有人摕官网甲伊绑做扫帚，伫扫涂骹用，嘛有人甲伊变做一面墙，这个墙会当遮风，嘛有人甲伊变做厝顶。因为咱拄则讲，伊会当做扫帚用，所以讲伫咧屏东地区有足侪原住民，伊就是会挂这个官网来挡风，做一面围墙就对啊那在过去咱嘛会时常挂这来当做水牛伫食的牧草共款会食这个官网的心咱知影讲这个官网咱拄则讲伊就是伫咧春天开花，伊开出来的花就是按迄个浅浅的黄色，然后才渐渐看起来较加美黄的感觉。咱一般会看到感觉，官网甲咱的路竹，有当时咱会分袂清楚，但是无要紧，咱会当来介绍伊即个差别官网伊大多数拢是发伫咧山顶。我会记得讲，以早去九份咱看电影的时，拢会看九份遐有足侪官网花拢生长伫咧遐迄就是伫咧山仑山顶的时，咱拢会看到官网伊的花一穗一穗伊较短咱若是讲路竹，伊的花就是白色的蓬松，但是咱爱知影伊两个有啥物差别。伊甲压落去的话路竹伊是空心的，但是伊开花以前这一穗一穗的花较深色，伊较深色的时阵，伊迄个花就是白色的，白茫茫，看起非常的水但是伊大部分拢伫咧水边较济啦这首大江之歌，敢无互咱心茫茫？敢无使咱心痴迷？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老惠荣老师写诗，关秀品小姐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去继续空中再会。